唔知从哪下开始，在台湾令咖啡变成一种潮流，满街路嘅咖啡店，本来外来嘅sản物市场变得真闹热。既然咖啡市场安泰，好处当然而一家村。对云林古巷杨眼前打出地面图以后，强容为在台湾南片嘅推动，也不过咪10万投入，希望用咖啡发展提供产业。看一下世界各地种咖啡环境，亚热台起背图台体系度16到24，海拔1800到3600，池头气味是台体度海拔3600到6300两位。虽然看一下推动创意唔系最适合。不过3万改良，两位种嘅技术咪见来见好。因为种植的时间都不多，都差不多3年到5年，所以大家都刚在萌芽的阶段，所以大家也很努力的在做，可是都在探索的阶段啦。起步虽然较慢掉，不过推动人咖啡种嘅面积，一下咪要超过150公顷，主要品种系阿拉比卡最多，3个比较国外主要生产区。都到海拔600到2000公尺，推动嘅产派体现，係唔係會較吃虧掉？不要說一直限說高海拔的咖啡品質就一定好，不見得啦。因為以我們這4-5年的觀察來講，台東咖啡我們是有它的特點，就是說它乾，回乾，它的這乾度有夠，這是我們這幾年來我們一直在用出來一個結果。體現到氣候唔係最讚。推動鄉親肯係結團發展，設家嘅咖啡媒體。不過看下過去，年嘅咖啡人從因種類係唔會難。不過詳細個看清楚到，包含變動了到，因為兩位嘅工種人從因都冇乜嘅去拍錯。鏡頭看過去，兩幾片變動人草弄弄，全部係草上到呼吸馬甲，從因係工種因完全冇去整理，係唔係佢天然死呢？其實唔係，你要貼片原因，因為按到嘅草其實係填收了到植物，從你看過去幾片都種嘅咧咖啡樹，就係利用呢種係草生栽培方式，並佢最自然又冇破壞生態來生長。條條本草對人體地度自然發展，老咖啡樹也係其他果子樹上漲難有地度嘅養分。兩種草生栽種，還做得本身種起咖啡樹增強免疫老空間。還仍然是個200以後嘅草，未做得自然免疫多咗而難用，提高有機含量，甚至促進有機微生物嘅發動。唔是用農藥，要做得達到完全有機。不過兩種過程需要當有耐心。起步愛做的吼，從幾個樹頭變成的草的吼，啲綁起來，綁起來吼，拿到樹頭地度，安尼呀吼，也都見到佢都冇容易發草。安尼下把剪草的時間吼，佢草會底下開始長。安尼剪草的時間吼，都唔會剪到樹頭。草生栽培吼，都要有個愛心啦，吼，可能安尼看到也個。厝嘅啦，我咬眼的咧，作物啦，吼，眼的有時就講，哎呀，咧清疏氣啊，呢，吼，也都唔好，吼，因為有個無好嘅一個厝嘅，吼，自然都有個好嘅一個益蟲，吼，來設計，吼，也都變成一個食物鏈生態。因為有心本環境自然發展，兩位嘅咖啡人難有前進當中中，不論係手機當嘅細細調調，從頭出現染度嘅熱咯。也係哪位都看到嘅衝現，都顯示草生栽種嘅環保好處。不過為了保持果子最天然嘅滋味，你按用完全唔用農藥，係咪會影響修身咯？那草生栽培也個缺點吼，都係樹個毛，伊啲眼也個有一啲嘅原則啦，吼，都係尊重宇宙自然生態定律啦。安尼也含做能量咖啡本能產量嘅作物。如果講也個土地所，佢愛本意10幾度，佢愛3幾度水果本意，你都樹嘅條嘅，莫講用藥嘅佢提隨生啦。
希望到提图强盛，推动避难领域嘅乡亲对农业单位嘅研究研究下，用初生再种法培育冇强容嘅台湾咖啡。虽然受到环境影响，可能收成会少一点，不过坚持用两种种法嘅原态果，都有信心讲，适合长时间运用自然方法，其实人白未会有收获。调下可能俺们树冇到1/3，差不多3、4年以后俺们呢土地那有问题呢都差不多有1/3。那这今年讲天气冇好，今年有病虫害时间，俺们草生栽培人都养的，俺们都唔会堵到嘅箱啊，因为俺们呢也个水果嘅经过耐啊，唔会讲10包都倒脱啦。因为冇用人工改变，初生再种嘅咖啡是为见耐见耐生，见耐见有品质。不过单枪爱用还唔大，系讲推动咖啡而行出自家嘅特别性，而要很难多从而让做得。老普通做咖啡嘅果厂强用咧咖啡条全部都系脱皮过后，让做得那一派。不过推动咧为全部强用，佢系利用咧笋条前度出产出来嘅竹嘅，3年又利用咧特别打造出来嘅肉去配过后，让做得生产出来推动咧边前特别嘅竹香咖啡。并铁挑摆用火炭，也系牙丝路陪造方式，避难两片嘅乡亲对公安人葡萄研究下，利用3个提起慢散压上修剪过后倒出来嘅竹叶，发展出两种特别嘅竹香咖啡，和两种用火陪竹叶嘅过程，唔单将做得效法冇用嘅竹叶，咖啡条配过以后嘅风味，咪系全国罕见。剁起来嘅竹嘅，冇爱竹嘅落去做颜料。个过后都做竹炭，都一面干燥嘅竹嘅，一面来干燥也个咖啡。配到别，将适当嘅竹嘅梅土融入咖啡调底度，充分发挥材体精神。不过既然要创造新风味，爱用当然就唔得满足。从而前多嘅农民为了行出一条冇强容嘅路，吸收人呢沙香鸟咖啡经验，经过公安人专家研修研究，嗰啲人一只咖啡去地图，了一条难嘅果子里，咪系发展推动咖啡新口味嘅秘密武器。我们这里有果子狸嘛，我们养果子狸，但是是不是也能够说用这种方式能够产生这样东西？但是后来是没有办法说它吃东西吃进去就大便大出来，但是从里面找到酵素，那个果子狸胃里面找到一些酵素，那些酵素可以去分解咖啡，成为一个特殊的一个风味。果子狸冲头能酸菌系讲先讲结合咖啡、沙香咖啡嘅风味，绝对做得提高推动咖啡嘅知名度，产值咪做得相对提升。还利用动物又利用竹叶，乡亲嘅咖啡看出来非常用心，也全部都系希望做得让过其他提起。不过种出基本性质过后，一下最要紧嘅销售问题，就变成最大嘅困难。目前做讲做销路的问题最困难的东西种到来做又如何销出去卖目前来讲，做你自家自产自销自家朋友你就去朋友亲戚你都那样慢慢的做种咖啡老实讲是无嘛个辛苦啦。因为咖啡路的无辛苦，伊种野生的东西凊彩在台湾其实真适合个环境。种咖啡伫台湾凊彩种路会真强所以因为挺好种的他敢人竞种了，伊无环境台东的咖啡到去年有记录嘅都150甲明明有好技术，种咧贵太平嘅咖啡，什么行销通路，对农民来讲系最艰苦嘅事情。一下推动提起农会，准备而成立长远系摊嘅单位，专门负责行销咖啡，希望透过整合，提升农民打开通路。不过面对种梅酒、废酒、带新本高产量嘅模式，推动其实为很难有切割嘅方法。台东
的咖啡我是觉得要走跟那个休闲产业去结合而且变成一种特色的产业就是说在地的特色的农产品这样才有办法去生存下去。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很多地方都是在种咖啡，所以一定要跟台东的那个休闲产业结合来共同来发展这个产业。上个农业冇强用，只有上办法进步，研发新窍门，增加特色，推动咖啡嘅路行得前辛苦，所以强一事件，农民就唔得將芥蘭變到強一那麼多，從種咖啡前面嘅樣態個，就冇放棄簡單嘅學山做事業，用老本填少自家跳入咖啡夢。我都咧想講，哎呀，山豬真好休噶，我有冇嘛個投入好講本業社會有嘛個貢獻呢我若來休個山豬我若安尼休一隻，買一隻3檔都咁大一隻，都開始要去休山豬，都第一隻已經休到600人隻。過來啊！過來謝身啊！過來啊！好了，過來！來，謝身啊！過來啊！唔盤地改良是山東嘅亞洲見來減少，就從底下種咖啡強用，讓大家將容器、種切都變咧寬薄概念，用天然來推農藥，用人工血來推大粒。為了新咖啡嘅理想，冇計較成本，勇敢去做，其實也就係推動咖啡嘅開發所然。開始總係最辛苦，過程總係最難捱。不過對技術到環境結合下，推動向前3萬研發自家嘅咖啡，可能結果冇辦法想象。不過一步一腳印嘅進行，大家都看到咧。